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吼，对当到有啲嘅创作嘅人啊，大家都有一张梦想，就係假使講呀寫嘅文本做得有機會拿來，抱做天樣，哇，嘅係一個幾好嘅一張目標啊！錯冇？故事吼，今日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電視台嘅真客家故事，愛來哇，抱做天樣了。故事各位觀眾朋友，假使你有夢想，想愛老人嘅文字變做天樣，歡迎大家來參加第二屆嘅真客家故事哦。對2月中開始到5月底一段時間，歡迎大家多多來報名。故事今日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你第一屆真客家故事嘅作品，我來抱做天樣，先來看一段影片，也係第100嘅播出咯，先看一下。困到目機啊！哎呀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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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水耶！阿水耶！你今天未來？如果現在啊？睇到佢所錄嘅一切，也就係本期總戲嘅原因。係，我冇愛健康唔到捱，我冇愛。也是嘅主聽每個人，你殺人，到最尾都可以殺人者。殺人者，錯，各位屋卡，冇卡，干法沒有錯誤嘅，一早未熟，真冇卡，我係啲你習慣條，成功太好，嗰度見高，一時跳高，習慣條嘅人，不再係高努力，從以後都算係木卡人。屋卡人，冇卡。哇！家下大家看到吼，嘅係大家下第100本大家看到嘅精彩嘅預告哦，第100全球首播。故事一下節目當中就細細格格來分享，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先來分享大家下嘅導演李鼎導演分享。咁緊張。哦，大家好，先講大家好。大家好，乃係泰開海導演李鼎，很高興。很高興來到福氣來了，歡迎導演來到節目當中哦。稍後嚟聽呢位來賓哦，係你客家電視台嘅好朋友，歡迎你楊弟嗬，歡迎川哥，歡迎。各位熱頭下一講講嘅老朋友，夫妻來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唐彩，永遠係為熱頭哥啦。好，熱頭哥川哥，歡迎。好，剛剛看到嘅作品，係天陽，不過原本是一個文本的創作 ，and 就來分享原本的文本創作，大家下嘅阿爺嘅作者分享羅建賢來到節目當中分享。大家好，我係羅建賢，歡迎大家來看福氣來咧。哦，歡迎3位來到節目當中哦。剛剛看到嘅短短嘅影片，大家就知道，哇，當上念哦。唔過吼，我要先來問一下呀，原本這個文本的作者，誒，羅建賢，建賢，做啲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呀，大家下嘅阿爺故，有隻故事，有很用嘅故事，你有冇想過寫有隻故事呢？其實大家下阿爺故有嘅故事啊，嗬。係有一日下晝嘅時間，我媽媽講到一個人嘅故事。阿爺故有一個人啊，嗬，係真實存在，真實有一個人。真人真事。哦，來邊就係啦，我哋啲總條嘛，嗬。啊，伊就係一次睇我哋一篇神法，一生日冇出去過，但係伊就唯一一擺出去就會講啊，我故事點會寫到嘅，伊就會可能叫我查出去買東西。結果唔低頭就去啊到雲林揀一片魚嘅。哦，沖走就錯嘅。沖走路，沖茶路。啊，拄好我哋一片嘅總條地方人拄好一個上，就計請過來嘅。所以一件事情本來佢有靜態嘅興趣啦，變成講誒，奇怪我哋喺總條地方有安尼嘅人啊吼。有安尼提一片神法，他家有個照顧伊。雖然伊係講啊，安尼講啊，
医学上讲是弱智啦，是，但是伊就会提神发地部过路清好安尼。所以我妈甲讲遐个故事的时节，我就有一个想法讲，我一定该写出来。因为我感觉就提不管是提农村啦吼，也是讲啊提原住民的部落，提地方风神发言员对一件事情的描述，原的价值观，跟我们提都市地部看到的无相同。伊叙事的方式，所以我就用我妈妈甲我讲的故事，我又加上我自家对上下生活的观察。好，就可以变成一个大家下的阿友古的故事啦。哇，韩国可以吃到在阿友古吼，一种懂贴近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大三人大一素材可能就一个像阿友古安用的人。故事其实以对你一般的观众来讲，其实我们会觉得好像连接到了我们生活中，好像身边上也有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也想问问看导演去甲看到这个文本作品，也给感想很嘛该。我觉得那时候第一个时间想的就是，哇，怎么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作者这么睿智？是睿智，对，应该他就会跟我认识川哥10几年来，就是那种对话，好像就像川哥的这个年龄一样，像是川哥在叙述一个故事一样。对，那个时间第一个就想，哎，这一定是一个长辈才可以讲出这样的故事出来。景贤长辈好。我今天一看到景贤，哇，后赏你，气色半年，整个就是一个后赏你，对。然后呢，那你就会好奇说，为什么在客家里面会有这样的年轻的人可以写出这样的故事？那当时其实是整本像厚厚的一本真客家故事，再让我们去选择到底哪个最适合拍成电影。我其中看到一句话的时候，完全被他感动。这句话并不是说阿友古被谁收养了，或是阿友古怎么样的平安回来了，而是讲到阿友古的爸爸阿水。阿水，他写了阿水的死亡，可他用非常简单的话说，终于有一天，阿水还是被他的老婆带走了，因为他的老婆是先离开的。就怎么会有一个人用这样一句话写了他死了3个字，或者说哇很哀伤的，对，就是原来生命是借由这句话有一个延续。那个时候我就想，可能我那时间也想说，哇，我活到这时候，到底我还能跟谁在一起？我那么多的经验让我去跟很多人相处，也可能这些经验让我开始避开某些人。可是我那天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跟台内长官说，我看到这篇文章对我最感动的是，面对死亡的这件事，有一个很浪漫的，不管是爱情也好，对。然后我想跟他说，我想跟你保证，这是一个家人的故事。很多人都讲客家人也是客人，也是家人。好感人。那有没有我们可以借由阿友古，看到了真正所谓我们对于家人的认定？没错。不过呀，规出天样，除了有不卡人以外，我们想要问一下这个川哥，你同阿友古到底要夫妻吧同呀阿友古要2-3年嘅角色，有很用嘅互动，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知哦，像来做演员的人，迄讲有2个条件讲法，第一，迄无剧本，我唔晓讲法；第二，假使无讲好，我也唔晓讲法。故说年纪也唔讲，对于一个演员来讲啊，係一個挑戰嚟。故說假使有講好吼。哦，要講好，唔知我講喺邊，喺講乜嘅？當緊張嘅，好。就係夫妻吧同阿友古2-3年嘅角色，嘅互動係樣嘅。個地部台詞劇本地部都有講到過，對個生命已經行到，所有遇到嘅人全部都會嚟當做過路人，就冇嚟當做活客人。我劇本地部外面有看到，講嚟做個太戲嘅拖延，當到後生人平定嚟學史嘅，學做戲，大家都講拖延，唔再搞藝。學完以後，我絕對我聽到人家順便嗱為繼續嚟從事下太戲嘅表演工作。結果不管有學生嘅，也冇學生嘅，冇學生嘅就走出去咧。學生嘅就讓我另立門戶。不過點解看起來講，啊，呢個世界上
无讲真心哦，做咧那种搞笑。真正的不卡你。嘿，所以不管对不对动作迄副卡你呢，唔要全部都会勾入你。才用来读到啊有久的时间。啊，佢當有順意當乾時咯，啲個咩方吼拿香本人，韓國我冇佢講，唔做嘛，喂小伙誒，唔做嘛佢聽聽嗌，佢就講沃卡，你啊記法就天童啊習慣度嘅最沉嘅位數一種嘅心魔，因為我一直都冇講，我本來當關心嘛，也本來意思嘅沃卡嘅，你啊睇後生嘢有久，佢。既然對我哋唔係講當宿舍，唔會講我轉屋卡，我轉屋卡，就哎呦你啊三年嘅上癮屋卡，人係習慣都相愛嘅東西啊，當相群。故所我就嗱一句我就盡到佢盡呢種相依，演佢做奶也好，演佢做好朋友也好。然後佢做生意也好，就會來教強下。發展出一種像是忘年之交的感覺，對不對？故所睇下做得對啊，3年吼，3裏邊嘅講法有感受到，其實也睇家下係啲嘅講關心，喺3年就會知道係有烏卡嘅感覺。故所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嗰陣來同大家來分享睇家下。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下對誒呢真客家故事獻出來嘅作品，朴作嘅《天陽》，大家下既然愛播出咯。今日節目當中就愛來同大家來分享，繼續來問一下導演吼。其實對啊原本嘅文本改做朴天陽嘅時間，導演會加了一些心思進去，有一些些嘅改變，尤其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意象，就是我們這個山林鏡的部分，也係原本嘅文本當中某下嘅黑影氣改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你會多設計這個山林鏡的意象在裡面呢？其實也不是多設計山林鏡，其實就是因為現在每次看客家電台整點報時的時候，就有一個很漂亮的廣告。哦，我們的那個 station ID。對，一個當一道白色的光透過山林鏡，可能可以看到很多世界上不同的東西。這個就很像跟客家電視台合作，大概快10幾年來。對，雲頂天安牆開始。從對雲頂天藍開始，我就發現客台好像並不是要去講客家文化多麼了不起，而是可能借由客語，去讓你看到這世界上更多的可能。然後我覺得，如果這是阿優谷最信任的東西，會怎麼樣？就是阿優谷可以借由這個看到全世界的話，又會怎麼樣？沒錯。所以我想總要有一個透過這個東西去看。然後本來我以為它會有點是萬花筒，可當我有天真正跟那個徐濤，我們倆一起在那邊試的時候，我就這樣看，哎呦，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的男主角這麼好看。就是那個整個三稜鏡折射出來的光芒，我並沒有辦法透過三稜鏡看到他，而是我終於知道，其實這個男孩，這個阿優谷。可能是看到他的臉上有彩虹，而且在動的時候，他一直希望他的臉上有那樣彩虹的光芒。然後我頓時知道說，其實如果你知道客家電視台或每一個在這邊就是奉獻客家文化的，並不是要展現我們自己有多了不起，而只是我希望你看，在你看到這個同時，你有感受到看到彩虹一樣的喜悅感。那我覺得可能是阿優谷一個很美很美的地方。對，所以我就把三稜鏡這個東西編了進來。哇！其實真的要感謝每個整點報時的時候看到客台那個廣告，因為那天真的在想到底要用什麼東西去跟人家溝通。對，但是我覺得這給阿優谷一個非常清楚的意象，而且他就是拿着那個東西，他很入迷在一件事情，而且他很沉迷於看到配上銀蛋糕有美麗的樣子，就是因為那個折射山稜鏡折射出來的那個光的效果。沒錯，沒錯。對，而且是彩虹。對，阿優谷的性格就這樣子又建設出來了，所以對於彩虹，其實導演也特別設計了一個彩虹的梗在裡面，就是田庸。我們是講田庸，但是裡面有另外一個說法。應該回過頭來說吧，就是我們拍客語的戲的時候，我們邀約演員每一次都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導演我不會說客語，怎麼辦？對，怎麼辦？
可是当我真正接触客语之后，我就发现，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啊，然后你会借由去学这个语言的时候，你会理解所谓的客家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们就说，你要参考客家文化啊，你要真的去看一些地方。后来我就发现，不对，光是学习客语，我发现客语最美的地方就是它每个都是有画面的。或它的声音发出来的，就有一种跟人家不一样的感觉。比方说，我们那天就讲，就像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很讨厌承认自己是一个人，讲说一个人的时候都有表情，那个一个人讲普通话，一个人的时候好像带了某种愤怒跟气愤。可是用客语讲一个人，唐爸怎么讲？古稀一撒你。哎呦，就有一个很性感的一撒你，古稀一撒你，好像就我可以跟他放电说我是。古稀一撒你，哎，古稀一撒你。对。好，那在发展的时候，就那天我就说那彩虹怎么讲？他就说 Q， 我说什么 Q？ 你乱讲！我现在讲的是彩虹哦，不是讲 Q 庸哦，我不是说一样。他说导演这个声音发的就是这个。我说所以彩虹另外一个声音跟 Q 庸是相同的。原来。当我们看到彩虹的那一刻，想的那个声音，对 ，Q 花是一起的，一样的。我说哇，真的太美了。所以就是 Q 庸的 Q 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唐爸一讲，我说你就讲 Q 庸的 Q， 然后那时候他配音下句台词就是，当阿优谷看到大家都有 Q 庸的 Q 的时候，都笑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唐爸一讲都笑的时候，他声音就哽咽了。我就立刻看他的表情，啪，他就在那个录音室，两行泪就流下来了。所以其实川哥也是在亚普泰加哈迪度没有懂重要的角色，对不对？其实你的声音几乎贯穿了整个泰加哈。我你完全哈，完全迄拖延哈，伊应该讲，迄个我千里马其就会白落啦。哇，千里马跟伯乐，天哪，好感人哦！你们也要变成不卡你了。因为后来啲剧本如果都哪角色唔係講按重要按多嘅。唔過啲拖延嘅速度下哈，規則感覺都冇重要。對，韓國其實李鼎導演是一個會給演員功課的導演。從亞種兄片，其實聽說當時這個導演正在給川哥功課，正在跟他敘述一些事情。導演，你當初在跟川哥說什麼？在這個時候，這個 moment。其實那天就是要拍他最重要的。他要在同一天把跟一个人第一次相见对他的恨不以为然投射在阿优谷身上。可是过2个小时之后，这个男的就要跟这个只演过几部戏的徐涛要演出一个这次的分别，就是让他记在一辈子。其实我觉得对每个演员只在1个小时这样转换很难。对。所以他一开始在庙里面的时候，一直跟徐涛在互动的时候，他问他说你从哪里来或者什么的。他在问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挑衅，对。可是那个挑衅，我老是觉得不对，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就拉他说：“我要跟你讲一件事，你跟我都不知道分别是什么吗？你知道对不对？”他说：“你知道太多人都离开你了，对不对？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所以你现在根本不是问他，你在问你自己，是不是？如果你知道今天都是这样的话，随便你怎么演，我就怕你不知道是这样，你就去吧。”然后这个完之后，他就开始。看一下，川哥，你可以用实地嘅手嘛？要看那个表情，挑衅的感觉。係啊，我講我立定拖延吼，然後佢合作拍戲啊，有青苔挑戰就係，佢大部分人講劇情點又買去，又講到懂又雜學又懂沉，唔講我表情哦，一下就面直直嘅。上個佢啲嘅講嘛嘅，講起我喺當劇嘅時間咯，我嚟反雜，我嚟笑化咩？故所我嘅表情哦，就咁當認真啊，就多少啊懂連要個實好，這我就跟他講，對我那時候跟他講說，你知道你為什麼要笑嗎？你覺得你在笑什麼？因為他 ending 後面其實是有一個。对，笑的哈哈哈哈，像那个，因为那个川哥在里面是周太希嘅头言，对，跟 Hellboy 就在阿耶哥离开以后，其实有一种哈哈哈哈哈嘅这种笑。其实我看样片我知道董你福，我不太理解离开为什么可以笑，但是其實我有感受到悲傷，但是他在笑，而且越笑越大聲。對，你說說你那一場。這樣講啦哈，有個反義有句話講喜極而泣。
人当跳的时候做乜还会叫呢？好，比如讲，你俩出戏伫要拄，啊要久，本来牵娃来离开咧。好，我知道啊，唔看，结果啊最尾吼，还係一生一世。好，其實劇情伫要拄，任何一生人吼，到最尾還係一生一世。啊，故所講啊，要久啊，我也牽娃佢愛去，佢應該去位所。咁我一家吼，我也知道啊，我要愛故事一生人。嗱，佢心肝肚嘅負擔啊，要久本來嘅負擔哦，我總算攞佢牽娃佢談下花。咁我也知道講，唉，人生吼最尾還係一生一世嘅，那就，嗬，所有嘅事情負擔解脫以後，啊就，你做咧講，也笑係一種嘅發洩啦，發洩、釋放情緒的樣子。你知道，對於阿優谷來講啊，像一個這樣的弱智的孩子，你到底可以教他什麼？其實這個胡子的導演跟他相處的這3個月，最會教他就是怎麼笑。對，他戴了胡子之後，他就可以完全表情達清楚他的喜怒哀樂。我起雞皮疙瘩了。所以當你知道他沒有辦法就跟他說我好開心，我好想你，我好想你，但是他唯一就是他們最後一次分別的，其實就是這個。對，韓國其實幾亮啥？這是你教我怎麼樣的。所以我要在走的時候，我一定要來看你最後一面。我也要教你最後這，然後他也想用這個方式再跟他，可是此笑非彼笑。到底笑的這個人生最後的是什麼？其實當事2個人知道，還有誰知道？就是看過影片的你知道，因為你就跟唐爸一樣，也跟徐濤一樣，把自己的自尊心全部都交給角色，然後就在那個老屋子裡面，就表現出最會的語言，就是笑了。哇！我覺得啊，阿權威剛剛我差一點就真的一給馬屁膏，我還覺得有點哽咽，因為其實我看阿優谷同川哥佢哋分別的時間，親密一張擁抱，佢哋難得嘅時間，其實我嘅目標嘅目標就真係留下了，已經不是打仗，也是真的留下來。這種沒有血緣關係，但是卻可以變成家人，而且就在短短的一段時間，佢哋就做得變做不卡人。故作睇個做得感受到，大家下真係係講嘅當道，有關於人老人之間愛嘅故事，人跟人之間。故作你先休息一下，等下再過來同大家來分享，大家下。觀眾朋友，分享大家有賺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權妹，好大家有看到阿權妹一下數那點筆嘅，我沒有識查哦。其實也係要不要客家電視台俾到大家下 TP 做嘅呀，這個周邊商品，韓國大家看到有五色嘅筆嘅，上來有乜嘅筆咩到地杯，我要同大家來講吼，其實也係一隻會變奇術嘅筆嘅哦。因為講呢，阿權妹現在就要來做實驗給大家看哦。好，大家認真來看一下哦，五色嘅筆嘅阿權妹嚟到。小水落去，佢會發生乜嘅變化咯？當見眾吼，因為喺 live 如果變失敗就很丟臉。有。哦，有看到嗎？哦，變色咧。哦 ，Never Disappear。哇！哦，都講呢，哈。哇。要 Never Disappear， 慢慢的出現。對啊，乃唔捨就。乃唔捨離開，因為乃唔捨啊，乃冇小事的，因為乃唔捨離開，所以 never 就給他跟這個杯子就表現出這個創意，我一直都在啊，真的，只要你願意給我一點溫度，你就看到我了。哇，這有，這是這個杯子的巧妙用意。故事其實講嘅案度，導演說了這麼多，川哥說了這麼多，我也想聽聽看景賢你用嘅講，你先講係原本的作者，看到唐導，因為其實你還沒看到真正的正片，盲前看到。對，故事你就呀哈，唐導嘅做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冇？其實我就看到前面有3集短的微電影嘛，對。啊，其實我看到第1集，看到後背，看到唐大哥，伊
大笑，有冇？看到迄尾引起嘅马皮，一直起鸡皮疙瘩，因为感觉伊个小地步也好，有太多感情，太多情绪，太多嗰多，俺的人生地步可能冇办法一时消化的东西在里面在冲撞了，所以看到迄尾引起嘅马皮。后来又看到俺那个阿水哥，还有阿哈，甚至阿水哥同阿哈是青梅竹马，对啊，因为也着都迄个故事里面冇写到的啦。但迄个感觉就非常感谢客家电视台，还有非常感谢导演也偏好，刚才一个故事变得 plus 就是更升级了，你知道吗？但是因为他有特别写到被那个土地公，我觉得胡子。真的也对，就是景贤在写人跟人的相处，还有跟神明的相处，让我觉得非常不一样。对，因为对于像黑客庄的人啦吼，大家都伫北公港的人，就像好朋友一样，像朋友像有卡人用的这家嘅装批，所以就变成讲啊，阿友姑唔伫讲迄一段时间啊，就该相成讲啊，有啲人贴照顾伊，就喺俺哋嘅北公。啊，也嘛係導演個厲害的地方，因為也喺北宮係冇想到變成唐川唐大哥來表演，啊，過也好，他還是一個戲班子的導演，然後長得就跟土地公也會一樣，有沒有？那整個就是讓故事變得更立體，然後更豐富，係啊，包括後背阿水還有阿哈，因為我本身啲寫時節主要就會寫阿友姑，但係其實。就像也天陽講嘅，每個人都有一個故事，係啊，所以我感覺佢感動，亦佢榮幸而家基地做嚟變成文本變成電影，對。不過其實剛剛景賢有同太高來講到有3支這個先釋出的這個微電影，他們有3個片名，一個是萬年幾千萬年，瑪莎幾千瑪莎，韓國係瑪莎留定瑪莎，韓國係瑪莎含愛定瑪莎，到底這個拒絕、留住以及還愛着這3篇到底代表了什麼？我覺得這個3篇的這個話，根本就是現代人一天到晚在夜深人靜就問自己：我現在到底是被誰拒絕誰？我現在這個是誰在愛誰？是，對不對？然後誰還能夠跟？我覺得每天很多人問自己這件事，就很像胡子這些的自問自答。但是我覺得阿友姑美的這個故事，就是在說，你怎麼會把你自己跟別人當成一場交換呢？如果你像阿友姑跟土地公的感覺，是像家人的感覺。你願意什麼都傾聽他，你當然願意傾聽別人的時候，就傾聽你自己。你願意看到3稜鏡上面有彩虹在他身上，你感受它了，你就不會一直像一個渴求的東西，一直在去要那個答案或者去算計這個事情。所以這3個片，我覺得是先有了一個問號了之後，你真的承認這個問號，你就可能在這邊講這個答案。我記得電影最後的一句台詞跟唐爸是呼應的，就是你不用跟我講，分得清楚100元或1000元，我想問你的是，到底在故事的最後當中，你看到馬改，你看到什麼？就是你到底看到什麼？看到馬改，那些問的都不重要，而是到底我們真正看到什麼？看到什麼？對，古時候3篇其實就係同阿友姑同其他三位角色他們之間的互動，比如說第一個瑪莎幾千瑪莎，就是跟我們的伏羲也恐哈，對他們之間的關係。那接下來這個就是我們的阿水也超毛，阿水也係瑪莎來飾演的，蘇秉憲老師，對不對？阿水也給人用的意思啊，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就是如同這個。他是一個里長，蘇敦陽嘅里長吧。對，那也。但我那時候看原著，我第一個想就是說，這麼帥、這麼 OK 的人，他為什麼留在這裡啊？他沒有去都市，那一定有一個心牽掛的在這，有一個責任感。然後我覺得他也應該知道這全村很多人的秘密，所以我才想，所以這麼，所以我才想他會等一個人。他一定等一個人，等他有一天會回來。對，所以就有了方文琳。然後方文琳也沒有讓大家失望，她沒有演一個所有的女主角就是愛死男主角就可以不顧一切的。對，她淡淡的。對，她反而演出了一個客家女人會有接受一切的寧靜。對，佢動點先，其實佢啲天陽地都冇咁嘅花。對，她很安靜。但是在電影版的時候，你會發現。文琳姐的話可真多啊，每一句客家話都不得了。那很有意思的是說，這次的演員的搭配就是也有資深演員，
也有这种影帝跟影后，是，然后还有徐涛。对，你刚刚有说，其实徐涛给某周沟懂懂 Hika， 其实他戏剧的经验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点。不过你这么该见到徐涛来做阿优姑要在搞什么？我觉得就像景贤演的阿优谷吧，我觉得第一个时间，你想象的这个人一定有一个很清澈的眼神，是，一定要找一个清澈的眼神。清澈的眼神现在很难找到啊。其实也不会，我其实刚看到你哭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有清澈吗？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阿优谷的那个感觉，只是我们的身体已经被驯化了。我很懂得这样子就是怎么样不礼貌，这样子又是如何的亲热。我到底要去找哪一个没有驯化过的身体？当他跟文玲姐、跟川哥、跟苏秉宪，在做很简单的触摸跟靠近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没有驯化过的身体，他们的拥抱会让你觉得像天使一样。那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每一个演员都有这样的潜能，他可能跟川哥很搭配，可是跟文玲姐，因为文玲姐看起来太年轻了，又懂讲，很漂亮，你就会觉得，怎么好像有另外一部片的感觉，有一点点比较可能暧昧的情愫出现。然后后来我发现徐涛给我在这一代年轻演员最感受不一样的是，他在感受你，他在感受正在跟他说话的方文琳，他没有那么多的技巧，他在感受他在感受川哥。他没有所惧怕，他们俩第一次试戏的时候，他看到川哥把胡子拿下来的时候，他傻了，他就立刻把手伸上去。我说你在干嘛？我想把他带回去。我说，请你记住那一刻，这就是你对他最多的感觉。真嘅咧，因为我讲下经验吼，因为我是拿过金钟奖的，我们说样低，就像讲嘅样低，我说我真係感覺到青島嘅後生嘅演員。人係腔場做戲嘅時候，會驚，會緊張，咩唔記得台詞，就會咬到心嘛。我真係感覺到佢啲嘅有壓力啦。唔過咧，徐涛嗬，佢唔會咧，佢非常嘅刺眼，對自己當有自信。我知道呢個演員啊，很有前途。哇，你刚才吃到几周阿耶姑要到新演，因为其实我们在过去看到非常多的戏剧当中，演这样子在智力有障碍的小朋友的演员来讲，有时候他的表现不是让我们这么能够感同身受。但是我觉得徐涛他演的，尤其是我看到他在听地板的声音的那个时候，他的眼神真的好像。除台身影的这个形容词之外，我觉得他很像一个无害的小动物。对，我就觉得他就好像是一个非常可以亲近的人，以及他跟所有人，戏里面所有人的互动，所有人的交流，全部就会用给全心。我觉得有一点，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一方面，其实表演这个东西是互动的。其实当他的对手演员都给他真心，可是给的真心是要把自尊也要抛开来了，就是说，哇。你没感受到，我就是没有了。所以对手演员是完全要把他身为一个表演者自尊心全部丢掉。还有一个，我告诉你最美的是，因为我们在三坑这样的地方，我们在竹南这样的地方，我们坚持要回到已经收割的稻田，我们坚持要回到客家的房舍。你从早上第一刻，在这边一起跟工作人员吃了早餐，在寒风中，然后你看着那个土地公庙起来的时候。大家在准备，然后听到那个溪水声，真的就想把衣服全部脱光，就去感受那个地方。所以是有一些拍这部电影的坚持是，你为什么要回到所谓的客家村落？你为什么真的要在那个稻田里面？你为什么真的要在那个季节？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的自尊心全部都抛掉，全部拿出来？这是泰嘎哈最迷人的地方。那为什么可以这样？我觉得是我看到景贤的这个本。我刚开玩笑，我说又想你。可是为什么我说很像川哥？因为他没有人跟人的一种交换的钱财的来往，而是在写一个人跟人的感受。所以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当成电影做，最重要就是拉回你的感受。所以在进电影院，所有的声音环绕的，都是回到这样的感觉。
冇錯，鼓首優秀嘅文本，譜出優秀嘅大家夏天陽。第3月24號，禮拜六晏晡頭9點就會來同大家來見面了，請大家支持收看。今日神夢李導、神夢川哥、神夢景賢來到節目當中，謝謝3位。俾神夢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聽聽運動先生，共下來聽同一下。